大唐為了慶祝80歲生日，嘛要向外界展現因對一支甘蔗起家到現在發展多元的事業，正是一代一代員工的打拼。隨着既然的活動，動員超過500位員工進場，擺出大唐80的字樣，展現團結的氣勢甲員工的向心力。大唐多元的發展，到今日龐大的力量甲循環經濟版圖，在活動當中，佇貴賓的見證，嘛共同種下向前後一個80噸的根基甘蔗，期待迎合時代變化，邁向迎向未來決心。台糖是從糖種甘蔗開始，經過80年，我們經過各種產業的演進、精進以及改進，發展各種不同的事業體。那我們知道，目前的社會的改變是很快的，台糖也根據這個腳步然後智慧科技啊，只要是我們台糖社企的我們都一定要精進它。希望未來的80年，我們能夠一樣追求的世界的腳步進行。大唐80紀念日，吳董事長嘛甲現場80歲長輩致意，並感念過去退休人員的辛勞所種下的基礎，因將飲水思源，並且佇中生代、新生代繼續努力，讓大唐愈來愈好。台灣新聞軍籍採訪報道。